啊！年紀大，邊個話要跑半馬㗎？咁話晒，我都有機會見到發哥啊嘛！如果今年俾我見到唔中發，但你隻腳都唔使猛咁發先得㗎。射啊！幫我逼啲毒素出嚟！咪住！如果市民俾蛇咬傷，應該保持鎮定同埋減少多餘嘅活動。喺安全嘅情況下，影低條蛇，並且盡快致電999向醫護人員求助。同時，我哋應該要固定被咬嘅部位，最好亦都同時保持傷口同心臟喺同一水平，並且簡單輕輕清潔傷口。但係記住，千祈唔好嘗試去捕捉條蛇啊！當病人到達急症室嘅時候，醫生會根據佢嘅情況為佢進行臨床檢查。冇驚啊，醫生，唔使擔心。亦都及後會為病人進行洗傷口同埋處理傷口嘅程序。我哋亦都會緊密觀察病人嘅狀況同埋傷口嘅進展。係，麻煩晒中毒中心你哋嘅指示，我哋保持聯絡。唔該你。如果病人出現中毒嘅症狀，我哋會根據蛇嘅種類去俾指定嘅血清去治療病人。無論條蛇有幾逼，處理蛇後你要識。